Hello，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咧呢段片會同大家討論一下光嘅干涉係點樣嘅。上次都有同大家分享過咧，水嘅干涉係點樣嘅情況。咁其實光嘅干涉咧同水嘅干涉咧係非常之相似，只不過咧光嘅特徵係咩咧？就係佢嘅波長咧係非常之少啊。咁我哋呢度討論緊嘅咧係可見光，因為我哋做實驗咧比較容易會觀察到嘅可見光啦。好，咁所以咧事不宜遲，我哋望一望我哋點樣由水嘅干涉現象慢慢引入到光嘅干涉現象啦。好快重溫一下乜嘢叫做干涉 interference 咧？其實係講緊兩個相干嘅波動，因為疊加現象 superposition， 佢哋咧相互影響產生咗一啲嘅固定嘅圖案，一啲 pattern。咁咧呢一個圖案其實係受住波長啦，同埋兩個波源之間嘅距離去影響嘅。如果兩個波源個間距咧係等於好多個波長嘅話咧，咁佢就會產生大量嘅輻線同埋一啲嘅折線，咁咧變相就會令至到咧呢啲輻線同埋折線嘅密度咧會變到非常非常之高啊，全部好似擠埋晒一齊咁樣。啱啱亦都有同大家討論過啦，光嘅波長咧只有10⁻⁷次方左右啦，所以係非常之細，變相咧亦都容許咗咧就係喺兩個波源之間咧會有極度多個波長出現。干涉現象咧係波動嘅一個特徵現象嚟嘅，即係話咧，如果你係identify 到有一個嘅干涉出現咗咧，你都可以證明咧，你而家研究緊嘅嗰個物理現象咧，佢係一個波動現象。咁所以嘅光咧係一個波動現象嘅話，代表住咧，我只要有兩個相干嘅光波源咧，我就可以做到光嘅干涉現象啦。咁但係咧，光嗰個產生嘅方式咧，其實係相當之奇怪。咁只有喺好短時間裏面，由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方法所產生嘅光源咧，佢先可以相干嘅啫。即係呢一秒同下一秒之間嘅光咧，佢已經唔再相干㗎啦。你可以想像一個嘅鎢絲燈膽，嗰條鎢絲咧係有長度㗎嘛。鎢絲嘅頭同鎢絲嘅尾所產生嘅光線咧，其實佢哋亦都已經係唔相干㗎啦。所以咧，如果我哋要用一啲傳統嘅光源咧去產生干涉現象咧，我哋先要用一個嘅單縫咧去將個光線咧做咗一個繞射先，然後咧再用雙縫咧產生兩個相干嘅波源。咁但係好嘅地方係咩咧？而家咧我哋鐳射光咧已經係非常之普遍啦。每一個學校，甚至乎咧你落街可能一啲100yen店，你都已經可以買到一支咧係強度好弱嘅鐳射筆。鐳射筆即係 laser 啦，佢本身個產生光嘅原理咧，其實就係會令到佢所有放出嚟嘅光線咧，都係同上嘅光線，而且咧強度非常之高，所以透過 laser 去做一個嘅干涉實驗咧，就非常之好啦。咁都會留意到咧，其實 DSE 咧而家大部分嘅教科書啦，又或者係 DSE 嘅考題咧，都係講緊係用鐳射嘅光線。咁但係有冇問到單縫呢樣嘢咧？其實都偶然有1-2年咧會討論到，咁所以同學咧亦都唔可以唔識嘅。好似頭先咁講啦，單縫咧係產生一個繞射嘅效果，咁呢方面咧可以唔使長談。更加重要留意嘅一個地方就係單縫咧，其實就係限制住傳統嘅光源嘅一小部分、一小節嘅鎢絲，佢所放出嚟嘅光線咧係可以進入到個單縫。咁變相咧頭同尾鎢絲頭同尾唔相干嘅嗰啲光源咧，就可以俾個單縫咧隔走咗啦。好啦，咁嚟到雙縫啦。雙縫係講緊兩條非常之接近嘅合縫，咁佢哋嘅合縫間距咧大概係0.1 mm 至到0.5個 mm 之間，咁呢個咧都係人手可以控制到嘅範圍嚟嘅。嗱，如果以0.1 mm 為例咧，其實雙縫嗰個間距大概就係可見光嘅100，即係100幾倍咁樣啦。咁所以你可以想像到咧，嗰個輻線嘅密度喺0.1 mm 裏面咧，佢嗰度咧係有非常之多條嘅輻線，密度非常之高。高度咧，其實你望翻雙縫嘅干涉圖案嘅話咧，你可以假設咧呢啲嘅光紋咧，其實全部都係等佢噶啦。當一啲嘅光線咧穿過咗雙縫之後咧，佢會經過一段比較長嘅距離啦，一個投射嘅距離啦，然後就會打咗落去個屏幕度形成一個光紋嘅。嗱，咁啊光同水最大分別係咩咧？就係我哋講緊嘅呢啲合縫距離啦，同埋嗰個雙縫同屏幕之間距離 D 咧，呢個比例咧係相差非常之大嘅，就係因為 A 同 D 之間個比例咁懸殊嘅關係，所以喺光
嘅干涉問題上面咧，我哋可以假設咧喺某一點嘅程差咧，其實就會係 A sin theta 呢一個只限喺光嘅情況下使用嘅啫。我哋假設啦，距離中央光紋啊第 n 級嘅光紋咧，嗰個距離我哋叫做 yn 啦。咁咧即係話 tangent theta 咧等於 yn over d。咁呢個好簡單咧，係一個三角比嘅問題嚟嘅啫。咁但係咧，如果喺 theta 極度細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有一個嘅近似關係，就係 theta 近似於 sin theta 近似於 tangent theta。同學咧可以攞計數機咧去驗證一下。不過你要記得呢個 theta 咧係 in radian 嘅，係用弧度計算嘅。咁頭先都有討論過啦，程差係 A sin theta。咁對於第 n 級嘅雙掌干涉，用翻干涉嘅嗰個表去考慮嘅話，咁 A sin theta 咪就會等於 n lambda 咯。亦都因為咁嘅原因 ，sin theta 就會等於 n lambda over A。我哋咧產生一個一式啦。啱啱講過啦 ，tangent theta 等於 yn over d。呢個咧係二式。喺 theta 極少嘅嗰個近似情況下咧，咁我哋 sin theta 同 tangent theta 各自代入一式同二式咧，就可以得出 n lambda over A 等於 yn over d 咯。咁啊總結埋咧就會係個 yn 咧就會係 n lambda d over A 啦。嗱咁所以同學咧你要記得呢個嘅近似喺咩情況下適用？因為咧 DSE 2015年卷一閱讀第7題咧其實係有問到嘅。咁做翻一個好簡單嘅數學關係啫嚇，咁啊第 n+1 級嘅光紋同第 n 級嘅光紋佢之間個距離其實就係講緊個光紋嘅間距啦。咁所以你睇翻嗰個好簡單嘅分數計算啫，咁啊個間距咪就係 lambda d over A 咯。咁針對住呢一個 lambda d over A 嘅呢條公式咧，其實出過嘅問題已經非常之多㗎啦。咁我哋用簡單嘅題目去睇下啦。咁啊呢個嘅楊氏雙縫實驗裏面啦，邊一個嘅項目咧係可以令到屏幕上個光紋間距，即係頭先講嘅 delta y 咧係會增加嘅咧？咁啊選項有4個啦。第一就係個雙縫嘅間距減少啦，第二單縫嘅闊度減少，第三係個屏幕同雙縫之間嘅距離減少，最後就係用較少嘅波長。我覺得咧係可以咧針對住delta y 等於 lambda d over A 嘅呢一條公式咧逐項去睇嘅。第一咧佢話個雙縫間距減少，即係 A 係少咗，導致到 delta y 咧係會增加。做完啦呢一題，咁我哋唔好咁簡單，我哋睇埋剩低嗰啲先。單縫嘅闊度減少會影響啲乜嘢咧？單縫嘅存在意義咧係將單色光源嘅光線咧集中攞一小部分啦。同埋咧，將佢咧做咗一個嘅繞射嘅啫。咁所以當個單縫嘅闊度減少，第一入射嘅光線係會少咗啦。第二咧，佢嗰個嘅繞射嘅幅度會增加咗嘅。咁啊變相咧，你所造成嘅影響係咩咧？就係光暗會唔同咗嘅啫。而屏幕啦同雙縫之間嗰個距離減少咧，其實就係令至個 D 減少。咁所以 delta y 咧其實都會跟住去減少嘅。好啦，最後選項 dot 啦，咁啊用較少波長較少嘅單色光源啦，亦都係分子嗰度減少咧，令至到 delta y 會下降。咁雖然話呢一題咧改自2020年嘅 Paper 1A 嘅第15題啦，咁但係咧我改淺咗，因為我想同學咧望一望咧呢一條嘅公式，佢可以點樣直接去考問你嘅。其實係咧唔使俾嗰粒星係嚇親。江山同雙縫嘅題目咧，其實係幾淺下嘅。好啦，講完雙縫之後啦，我哋就講江山啦 diffraction grating 啦。其實佢哋嘅原理係非常之似咁，但係江山咧嘅夾縫密度咧比雙縫仲要高啊。咁所以咧光線嗰個繞射幅度大咗咧，佢嗰個干涉圖案就會同我哋之前講嗰啲水波嘅干涉圖案咧係比較相似。咁因為佢發得比較遠嘅關係，即係嗰啲雙掌干涉嘅位置比較遠啦，咁啊變相佢個 theta 嘅數值咧係較大。咁所以喺呢一度咧，我哋係唔可以用 sin theta 等於 tangent theta 嘅呢一個近似。咁喺計算嘅時候，記得我哋一定咧係要計咗個 theta 嘅數值先，然後咧我再分2個階段咧去運算嘅。咁啊，今日咧揀咗呢一個嘅例題2俾大家咧，佢有好多個意義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大家一齊仔細研究下先。咁啊，講到咧一個白色嘅光束啦，入射到每一個 mm 咧有300線嘅顯射光柵。嗱，有時我哋叫顯射光柵，有時叫繞射光柵。
喺距離光山1.2米嘅屏幕上產生咗干涉嘅圖案。屏幕上咧，距離中心光紋50cm 嘅位置咧，有一個咧嚟自第2級光譜嘅光線，同埋咧另一個嚟自第3級光譜嘅光線咧係重疊嘅。咁於是乎咧就叫你計翻咧佢哋相應嘅第2級光嘅波長啦，同第3級光嘅波長嘅。咁我哋先用一個最傳統嘅方法入手先啦。首先我哋認定咗佢係光山先，咁所以咧我哋要揾個 theta 出嚟嘅。咁我哋第一條公式 a sin theta 等於 n lambda 啦。咁第二個公式就係嗰個偏折嘅角度。咁頭先都有講咗偏離中央光紋50cm 嘅地方啊嘛。咁所以個 tangent theta 就會係0.5 over 1.2啦。咁啊 theta 計到咧就係22.6度嚟嘅。咁點樣去演繹呢個每 mm 有3白線嘅呢個方法咧？咁你可以望翻咧，而家屏幕上顯示住嘅 A 咧等於1 over 1000，呢個1000對應就係每 mm 啦。3白線即係要除翻開300份，喺1 mm 裏面有300條線嘛，即係除翻300份啦。於是乎我哋可以得出嗰個間距咧就會係3.33乘10嘅負6次方個米嘅。咁做呢啲題目嘅時候，拜託所有同學啦，請你將所有嘅長度單位轉翻晒做米。如果唔係咧，你有機會咧會做錯數啊！同一時間咧，光山嘅間距咧係會用每乜乜幾多線呢個方式咧去顯示，有時咧係每 mm，有時係每 cm。常見嘅一啲線數300、600、900、1200條線咧，呢啲都會有出現嘅。咁最後好似炒餸咁啦，將所有嘅數據揼翻晒入去個公式啦 ，a sin theta 等於 n lambda 裏面。咁喺計數機裏面就會顯示咧係6.40乘10嘅負7個次方啦。咁有時咧我哋為咗方便去溝通啊，咁我哋咧就會將佢轉翻做納米。咁所以呢度就會係640個納米啦。咁所以咧計到個答案咧都唔使計第3級光線㗎啦。咁自然係 C 啦。咁但係其實咧有另一啲睇法嘅。咁喺呢條題目裏面咧，因為嗰個嘅光山個間距冇變過啦 theta 亦都冇變過啦。咁所以咧其實就純粹係 n 同 lambda 喺度變嘅啫。咁我哋可以寫翻就2個 lambda 2等於3個 lambda 3。咁即係揾到咧 lambda 2同 lambda 3個比例咧就會係3 over 2，啱啱倒轉咗。咁喺4個答案裏面，好明顯咧就係得 C 咧係可以支援到呢一個選擇嘅啫。咁所以答案咧就會係 C 咯。亦都有另一個睇法嘅，咁同學咧要記得咧，紅色光咧係遠離中央光紋，紫色光咧係接近中央光紋嘅。同學都要記得一個常見嘅 pattern 嘅，就係咧對於光山嚟講啦，第2級嘅嗰啲光譜咧，同第3級嘅光譜咧係會疊埋一齊嘅。好啦，咁啊將頭先兩個嘅想法啦拍翻埋一齊咧，你會留意到啦。對於第2級光譜嚟講，佢哋咧遠離嗰邊咧會係紅色、黃色嘅範圍啦。第3級光譜接近中央部分咧就會係藍色同紫色嘅範圍啦。所以佢哋搭起上嚟嘅時候就應該係呢兩個 range 啦。第2級光線嘅波長比第3級光線嘅波長長嘅選項咧，其實只有 C 嘅啫。咁最後一項咧會考問到，亦都要同學記得嘅部分咧，就係相逢同埋光山嘅圖案有啲乜嘢嘅特徵啦。頭先個題咧已經同大家好快睇過，如果光山啦嚇，我寫一個白光入去，因為白光含有唔同顏色，含有一個光譜嘅波長啦，咁所以佢會將唔同嘅波長嘅光線咧打散嚇，好似一個嘅色散現象咁樣。咁所以你會見到好似彩虹嘅顏色咁出現咗喺個屏幕上面嘅。接近中央光紋嘅咧係波長較短嘅紫色啦，遠離中央光紋嘅咧就會係波長比較長嘅紅色。亦都同學咧要記得咧，就係第2級嘅光譜同第3級嘅光譜咧會有一定程度上嘅重疊嘅。至於當一個單色光打入光山嘅時候咧，所產生嘅圖案咧就係中間嗰行啦。咁你會見到咧，其實光紋嘅間距咧係一路增加緊嘅，隨住級數嘅增加咧，而個間距係會一路增加緊嘅。而相逢所產生嘅嗰個干涉圖案咧係等佢嘅，咁亦都咧因為佢哋產生個機制唔同啦，咁所以相逢所產生出嚟嘅圖案咧係有啲尾巴嘅，冇光山咧係咁 sharp 嘅。咁所以同學咧唔好淨係記住嗰啲圖案嚇，你仲要記埋頭先講嘅嗰啲細節啦，例如係啲距離啊，邊個顏色擺邊邊嗰啲咧，全部都會考問到嘅。
咁亦都喺度俾題簡單少少嘅，大家睇睇啦。例題3咧改自2019年嘅第19題啦。咁呢個圖案佢對應嘅光學儀器係啲乜嘢咧？咁同學你都可以睇到咧，佢哋係等佢嘅，咁所以自然就會係相逢啦。咁其他都唔使特別去研究啦。咁其實教咁多年書咧，都有個講法嘅，深咧嘅課題咧就淺出，淺嘅課題咧就深出。咁所以例如你話嗰啲運動線圖啊、STUVA 嗰啲啦，淺嘅課題咧，其實佢會好刁鑽嘅問得，因為佢都要分高下啊嘛。咁啊，相逢同江山本身佢入面嘅內容咧，其實都幾難嘅。咁但係因為難嘅關係咧 ，DSE 費事搞到全軍覆沒嘅關係咧，所以咧就會變成一啲比較淺啦，可以操練嘅題目。咁呢度咧，如果每年咧1、2題 MC 再加上5、6分咧，其實係非常之好賺嘅。咁同學咧可以擺多啲心機去研究相逢同埋江山嘅問題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如果你支持井頻道嘅製作嘅，請你記得支持4部曲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希望咧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咧我哋一個人嘅廣東話教學製作。如果你有其他有興趣嘅課題，歡迎咧留言話俾我知，我會優先製作嘅。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